粵語講嘅而家就係如今現在嘅意思。比如講我而家過緊嚟，就係我現在正在過嚟，係古漢語而今呢個詞啊音變而嚟。唐朝鄭常嘅詩裏頭就有一句囚色江湖意，而今憶共歸。唐朝張安世嘅苦別裏頭亦有一句向前不信別離苦，而今自到別離處。可見而今就係如今嘅意思。咁粵語又為乜嘢由而今嘅今變為家呢？呢個係因為閉口鼻韻呢個音脫落嘅原因。今字如果冇咗呢個閉口鼻韻咧，就變成家啦。喺語言發展變化過程裏頭咧，由於受多種因素嘅影響，呢種情況咧係經常發生嘅。呢個亦都係個別粵語揾唔到本字嘅原因之一。